分享数看客家網絡學院明日一行二新聞，由客家語言會主辦嘅2024通化節浪漫開辦禮，今年會同金色神馬、無印良品、地名創貼嘅面頭夫、馬卡龍人氣店、馬諾，還有戶外生活美好兩套品牌，露露也生活，招呼時代新作第一件百貨，或者新主卧，也都結盟合作。其中日常生活風嘅品牌推廣，本地山開到鬧鬧嘅通化意象之美，延春到上市地杯一乃嘅開發。2024通化節主視各異，行業搶山將伊澎湃，做主題用金槍同澎湃兩色，打造通化優美嘅淺淺，展現客莊人文之美。啲客地區嘅官方網站項，每持續開放通化節投資嘅數件申請。無上數件開發聯名商品同餐飲里行促銷，愛本大家同上通化嘅感通帶轉屋卡。另外，客地區也邀請嘅各產業者共下來響應通化節嘅音樂結盟，創造美好經濟，實質限客多人做得行業自然生拿，共下建土地上通化，遊客莊欣賞將嘅風景。撒下來帶唔關心相關嘅話題，呢度批喊2024通化節年度內地發通化三行時嘅徵選已經開始咧，也下顯示正見到5月20，歡迎大家同心關注，屬於通化節美好嘅記憶同想象，透過文學創作展現出來，用客家三行時嘅實體分享，內容聽出愛同通化相關，比將講寫欣賞通化。同通化節總共下，呢行會議也係生態書寫都做得，為本做行業漢事組同繁體翻譯組，親密顯出15組行業組、5組翻譯組，得獎者會得到價值新台幣5000元嘅獎勵品同獎狀，韓國邀請創作者親身朗讀自家寫嘅詩，歡迎各界來展現才華，無論大家對哪裡來，是愛有一個客家心。客委會都十分歡迎來投稿，相關嘅信息做得到通化節無處客家語言會嘅面書來查詢。以上係客家網絡學院嘅報道，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明日一行二就係通化節。大家共下去通化節留了，唔好為忙啊，下禮拜爭來了。